我知道呢，香港嘅海豐2號今日下晝呢係登陸咗釣魚島，有6-7位人員呢，當中包括香港居民，係喺釣魚島呢係上咗岸嘅。我支持同埋響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今日下晝嘅講話，我係密切關注呢件事，亦都呢係響應同埋支持外交部嘅講法，係要求日方保證人員尤其係香港居民嘅安全同埋財產安全。喺過去嗰幾日，我同埋特區政府，仲有我哋特區政府駐台灣嘅辦事處同埋駐東京嘅辦事處，一直呢係密切跟進呢件事嘅發展。我啱啱收到消息呢，就係我哋入境處嘅同事，現在係準備出發去東京，睇下呢喺東京方面呢係有啲乜嘢嘢係可以協助我哋嘅香港居民呢，我哋係會盡量提供協助嘅。